最近台湾正上演一个史诗级的这个大剧，就是斯卡罗，那获得非常多民众的一个喜爱跟肯定。那里面有一些在府城的场景，其实就是在我们安内影视基地来做拍摄的。这一个影视基地有分3期的计划，目前正在进行的是1期，所以后续的4年还有2期跟3期。在1期部分完成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剧组也进到这个园区来拍片。未来安内影视基地会成为台湾一个拍时代剧非常重要的一个影视基地。那届时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参观这一个属于台湾人的影视基地。那我们全区使用的面积有2500平，有3条大街，然后3条小巷，然后有3个广场，1座城门。然后还有一个安平港，对，那全区有42栋，有可以陈设63个店面。这个建筑我们都是有请历史老师，就是成大的建筑系的学生们，对他们所提供的一些资料、参考资料，我们就比如像我们那个城门，那个尺寸都是他们给我们的，对，完全有照历史的资料去盖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位于台南盐水的安内糖厂影视基地，是台南市政府和文化部合作的首座影视基地。公共电视近期播出的历史剧《斯卡罗》，就是在这里的时代场景，清代汉人世街拍摄。这里打造明清时期台湾府城街坊样貌。台南市文化局预计之后将推出盐水古镇小旅行，开放电视剧拍摄场景的清代府城街景，让游客穿梭盐水的历史巷弄及百年建筑，还能品尝在地美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很谢谢这个文化部还有谢谢中央各部会这样长期以来的帮忙。那当初这个事情的缘起是这个公视的大河剧，然后他们做了这个想说这个报警跳来像科秀，但是留在我们南部这个地方这个不管是清朝的，或者是荣丁时期的或者是这个战后的，我们有不同的场景，将来也会能够不仅成为拍片的一个重要的据点，也是成为将来一个民众来这边观光的一个据点。那另外在盐水小镇，我们也谢谢交通部观光局也是很帮忙那个地方列为重点的这个特色小镇，所以不管在月津港的部分这除了治水之外，还可以变成一个文化场域，变成发展一个1府2路3艋舺4月津，就是减水，会当成做一个未来台南溪北发展的重点之一。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9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国际扶轮347控地区14个扶轮社以及玫瑰木乐团合作推出的生命教育甲反毒校园巡回音乐演讲，9月15号开始，将为后壁各种展开。上午伫个议会召开活动宣传的记者会，得到议长郭信良甲教育局长陈成辉的大力支持。议长郭信良指出，玫瑰木乐团伫个2006年成立以后，借由真实的故事改编歌曲，传达对社会的关怀。今年来更加行入校园，用音乐的演唱加讲故事的方式来宣扬生命的教育。因为团长苏思阳本身是基金部的医师，同时嘛是扶轮社的社员，因此今年伫个台南幸福扶轮社的号召，发动国际扶轮3470区，总共14个扶轮社举办校园巡回音乐讲座，得到议长郭信良甲教育局长陈成辉的肯定。我非常的支持这项的活动，那也希望这次的活动呢能够带动整个教育在校园里面学生
对于反毒的功能绝对不能够碰触，还有对这个社会、对家庭的温暖让他们知道生命的意义，让他们知道生命的重要，未来对国家的栋梁的一份子。心理的资本，我们关心大概就是自信那有没有未来的目标、希望，还有没有乐观？最重要的就是韧性。韧性就是说，一定会有失败的经验，但是失败了能够很快爬起来，这个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透过大家的力量，给孩子支持，让他们的挫折容忍力呢能够提升，然后有失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支持的力量之后，他能够很快爬起来。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持续在努力。你也知道，10几20岁的小孩子，说也说不得，讲也讲不听，那我们就唱给他们听吧。所以呢，就是由玫瑰木乐团前进校园，举行一场一场的生命教育音乐演讲，带来这一些让能够孩子们可以感动到他们，也许会听了一场音乐会之后呢，有可能会改善亲子关系，甚至是恢复他们同侪之间的感情，或者是说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呢，我们生命教育就是这么的有影响力。这个音乐会本身又是属于我们青少年服务的一环，我们透过生命故事的分享，以轻松活泼的摇滚音乐会的方式呢，来对青少年进行生命的教育。希望引领青少年跳脱自我，更珍惜现有的一切。玫瑰木乐团每一场的音乐表演，结合生命故事的讲座，用生命来写歌，甲音乐来讲故事，透过校园的巡演，感动青少年对生命教育的意义。第一场将伫9月15对后壁国中来展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的总野河风文化节9月18號將伫總野藝文中心登場。現場除了展出日本的傳統工藝品以外，還有手作體驗、藝文表演、河風市集等等，要讓民眾唔免出國，就好親像去到日本同款。雖然目前受到疫情影響，人甲人之間的交流受限，但市府甲台南市代理文化友好交流基金會有緣突破困境，甲日本京都、福島縣、宮城縣等，以及日本各觀光以及定災機構攜手合作，辦理2021總野和風文化節系列活動，展出90多件為日本各地運來工藝品，相當有看頭。台南也可以說是跟日本交流最多的縣市之一。那台南市的这个姐妹市或者是友谊城市中，将有1/3是日本的城市，所以说，再加上嘉南大圳、乌山头水库，还有再加上八田鱼等等的，水稻博物馆的等等的这些，不管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建设，或者是日本的艺文朋友们，大家的一个互相这个交流，都可以看到。和风文化季未来只会越来越好，越办越澎湃，越来越交流，越来越深化。我们今年所展出的各项的这些文物，不管是不倒翁也好，还是类似的白河达摩也好，还是这个赤牛或者是山村居也好，你会发现福岛县的人民的这些文艺工艺的创作，几乎都围绕在一个主题上面，就是为自己、为家人、为这片土地一起来祈福，所以我相信，不管他是福岛也好，还是真正为大家带来福气的地方也好，希望大家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一起来继续关心这个土地，一起来这个促进这样的一个台日的交流。除了有这日本工艺品通好欣赏，另外为了纪念当日本大地震10周年。今年更正式随遇而安展中展，记录当地自地震灾害走向复兴之路的心路历程。今年也刚好是日本东大地震311
10周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日。那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跟日方共同在总业艺文中心做了一个纪念的展览让大家看见日本311透过这10年如何从一个废墟走到一个复兴。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台日之间非常感人的这些故事。那我想今年这个和风文化季有特别这样子的多了一层的一个意义在。2022总爷和风文化节系列活动，自9月18日到12月5日，伫总爷艺文中心红楼展出。9月18日、19日2天，中心更有安排云艺古夜表演艺术、巴德利乐团、日本真甲二胡，还有手作体验、美食以及文创刺激。主办单位非常欢迎大家做伙来佚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因为唔甘医护人员伫第一线辛苦采检的时阵，伫真热的环境当中，佮爱穿厚厚的防护衫，所以国际赤坎扶轮社特别捐赠2台移动式的采检站顶防疫物资，予台南病院甲新华分院提供医护人员更加舒适安全的装备。这台移动式的正压筛检站，国际台南赤坎扶轮社就是要让医护人员伫热天执行采检的过程，免穿着厚厚的防护衫。所以7月迄时，就号召所有社友共同捐赠2台，加上会当净化空气的防护面罩2套，拢是希望提供舒适安全作为后盾，来守护大家的健康。上午台南病院特别举办捐赠仪式。感谢扶轮社用实际行动来消停。扶轮社能够高瞻远瞩的想到这一些东西，就先预备起来。虽然现在不一定马上用得到，我们疫情就好像下来，可是等一下又要上来了，这样，这时候再来手忙脚乱，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大家都在准备这些东西，可是准备的时候难免有叫资源不足的地方。那再一次的代表台南医院跟新化分院，感谢各位舍友们同心协力的来协助，让我们的这个台南市的整个大市民的健康过得更好。那刚刚杨院长有提到说，扶轮社不是只有盖凉亭哦，在现在的我们在防疫这边有各项防疫物资的捐赠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际到第一线，所以我们只能用各项物资来守护我们的第一线。哦，再次感谢我们的医护人员，谢谢。跟院长报告就是说，如果还有需要我们赤坎扶轮社做连续计划的，也可以再跟我们来提出，因为我们赤坎扶轮社还有其他扶轮社都每年都会有做这种服务计划，不止在这个领域哈，我们在教育的领域也都有，在环境的领域也有。好，我们在我们总用7大焦点领域，好，水资也会做。据了解，台南病院伫疫情爆发以后，第一时间就准备34层的感染病床来应付可能的确诊病例，一直到疫情稳定控制。现在北部调查社区感染的情势佫开始紧张，嘛印证防疫佫是一场长期控制，就当心守护健康。台新闻管制何小芳采访报道。真侪人介意伫中秋节邀请亲戚朋友做伙行肉，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爱遵守防疫规范。现主时到泰式餐厅业者推出小家庭行肉组合包，互民众伫厝内就会当行出餐厅的口味。唔知影为什么时阵开始，行肉成为中秋节全民运动。有一寡人若是这个时间无行到，佫会感觉无像咧过节。但目前大家拢咧防疫，会尽量避免群聚。有袂少人归去今年就无要行啊。台南安平的云象泰式餐厅就特别针对想要行肉小家庭，推出泰式风味的行肉组合，互民众伫厝内就会当安心行肉。现在疫情的关系啊，那政府也是希望说我们不要群聚，那所以我们就推出就是小的组合，那适合就是小家庭3、5好友，大家可以在家里就是达到就是相聚欢乐的效果这样子。行肉组包含猪肚、特制猪肋排、泰式沙爹鸡肉、
泰式香茅鸡腿、泰式烘猪肉、凉拌皮蛋沙拉等，而且还有附带5种泰国主厨特制酱料，互民众伫厝内就能吃到上正统的泰国口味。我们今年啊，其实推出比较特别的，都是以酱汁为主，像凉拌的酱汁啊、柠檬鱼的酱汁，那它适合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就是可以做变化。那主要其中还有一些就是像主厨这个香茅鸡腿，然后沙爹鸡，然后这个烤梅花猪这样。今天要做那个皮蛋沙拉，然后先放那个姜，然后是洋葱、红萝卜。香菜，然后最后的是葱花，然后是很简单的，然后是拿那个凉拌酱倒进去，然后拌一拌，然后再放那个皮蛋，好，在家里可以做的，很简单的。业者表示，云酱烘肉组合包需要前1天预定，餐厅才会开始制作。安尼就是要让消费者品尝到上新鲜的泰式 BBQ。真欢迎想要烘肉的小家庭，打电话到餐厅预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官田菱角真出名，不过菱角的壳要安怎处理，就互地方真困扰。不过自从做成菱壳炭，并且开发出真侪环保的商品以后，对地方的产业经济有真大的帮助。现主席佮进一步甲庙宇合作，推出菱炭香等文化创意商品。市长每天伫民政局长顶人陪同来到阿边祖厝官田惠安宫来参拜，特别的就是现在庙所用的地种当地菱角炭加入传统沉香，做成特别的菱炭香，希望净化空气，降低对环境污染。同时，嘛将菱炭做成玉塑来过炉，互大家保平安、求健康。一上香拜。再上香拜，三上香拜，收香拜一下。好，来按顺时钟方向给它写起来，是哦，哎，是哦，一样呢，互大家摕到平安大赚钱。好。当然，市长专工来官田，嘛是要共同发表在地将废弃的菱角结合宗教所开发的各种文创商品，包括保平安的玉塑、Q 版妈祖造型的开心记号，以及相关的菱角炭制品，来推广环保循环经济。要让文化传承下去，就是要让年轻人能够越来越接受这个传统宗教礼俗，而不是只是用传统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很开心能够到惠安宫来做这个文创产品的发表。那另外，菱角是官田的这个特产。那我们的台南市的市鸟水雉也是过去有叫做银波仙子，也有叫菱角鸟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很谢谢那惠安宫，还有谢谢公所许多长官大的协助能够让我们这个文创商品，那个文创品，而且具有环保意义，具有生态意义、生态保育的意义的这个菱炭商品，能够这个让跟我们惠安宫做一个最好的结合。会中包括立委赖慧媛、官田区长陈林伟以及10位议员甲在地乡亲拢到场见证，都为相当热烈。其他用在地元素的菱角所开发的文创商品，除了带动经济，而且甲惠安宫结合，卖当吸引少年人的眼光来了解传统的宗教文化以及素质。台南新闻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木河流用心家具经典特点，目前正伫台南家具博物馆展出，用历史的角度带大家回顾60当来一寡经典或者是特殊的家具，其中更有总统府绿厅座椅、
欢迎对家具产业有兴趣的民众前往现场参观。超过1架组的隐形家具，历经台湾家具产业兴衰，每一个时期的经典作品，隐形家具拢有收藏保留落来。为了会当互更侪人了解台湾家具产业发展史，台南家具博物馆自8月中开始举办木河流隐形家具特展。伫该展览会当看到各式各样柚木，也则是花梨木等高级木材所制成的家具。尤其伫展场当中上显目的位置，阁有当看到一座具一世界总统府立厅座椅伫遮展出。在2000年的时候，总统府启动了一个叫做台湾绿厅的一个建设计划，而这个计划源自于说，在国际友人拜访台湾、拜访总统府的时候，在短暂的停留时间，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对台湾的一个认识，文化啦、地理啦、工艺啦、社会啦、人文啦，等等方面的一种实际上的知觉。所以台湾绿厅的一个任务，就是将台湾的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国际友人啊。也因为这样，所以国艺会就国家艺术文化基金会就找到，在家具部分找到这个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的前身，就是永兴家具啊。那永兴家具是当年工艺中心所辅导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厂商啊，一个产业啊。经过这样的媒合之后，就将民国85年所发展出来的这个大气天生的客厅座椅为一个雏形，演化出今天我们在电视荧幕上看到的总统府绿厅接待国际友人的这些桌子跟椅子。木河流隐形家具特展，为即马开始，一直展到明年3月30号为止。喜爱木质家具的观众朋友，现在不妨来到台南家具博物馆来参观看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原本6月初，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特别举办小小主报成长营，结果因为疫情被迫延期到9月，并且改成用线顶直播的方式举行。活动当中有50位跨6县市的小学生做伙学习。难得的是，学生内面冇寻常学生，克服所谓学习的障碍，跨出自信的脚步。由财政部南区国税局所举办的小小主报成长营，9月4号当天首次以线顶直播来举行，除了互跨6县市的50位学生伫厝内甲家长做伙学习新媒体传播应用，同时嘛借此宣导分海防治加清廉品行、诚实纳税重要。这个活动的主轴呢，我们本来是希望能够透过实地来体验多元活动的方式，教导小朋友来认识什么样叫做劣质的失智烟品，进而能够养成防治烟害、诚实纳税的廉洁品德。可是很遗憾的，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在预定的场地台南有名的古迹，也就是台南出张所，来帮小朋友进行实地的体验活动。为了不让小朋友失望哦，我们特别运用了网络连线，采取同步视讯的方式，让小朋友呢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学习，并且你可以化身为小小主播。希望借由主播成长的系列课程，强化大家对正确税捐及反贪廉洁的基础观念，也安排大家欣赏劳动廉政署邀请专业团队拍摄的影片《幸福我平安》。这部影片背后传达的理念非常丰富，也期许大家从影片中深刻的体会人文价值的重要性。过程当中，邀请南台科技大学教授黄琼怡、庄家宽平、乡主册主播郭文吉以及导演蔡正佑等等来分享。虽然学生当中有弱势、偏乡以及身心障碍囡仔，不过学习无障碍，大家拢克服自身的落差，并跨出自身的一大步。好，我是邵建豪，我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的成长营活动。在成长营活动里，我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像是如何当一个专业的小主播，在大众面前
法训练胆识。南区国税局表示，也要将依照家长回馈意见，持续办理更较侪创新有意义的活动。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